OK， 2012年第41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PQ 係 tangent to the circle at O， 即係喺呢一點掂住個圓形，咁然後 O 同一時間係 centre of 呢一個半圓形啦，咁 BCP 係直線，然後如果 BPQ 等於12，咁就要你揾 angle BAC 係幾多度？咁我哋將呢隻角 mark 做 theta 先，然後我哋將 OC 同埋 OB 連埋一齊。咁因為 OP 同埋 OB 都係半徑，咁所以咧呢兩隻角都係一樣12度。然後呢條係 tangent， 咁因為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， 咁所以咧呢一隻等於呢一隻等於12度。跟住啦，呢一隻其實係 exterior angle of 呢一個三角形，咁呢一隻角就等於12加12度，即係24度。咁剩低呢一隻啦，咁我哋考慮三角形嘅內角總和等於180度，咁呢一隻呢，就等於180度減12減24，咁就等於144度。好啦，最後啦，因為呢一個係 cyclic quadrilateral 咯，咁呢一隻角加呢一隻角就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呢，呢一隻就等於180度減144，咁所以答案就係36度，即係 C。